好啦，歡迎嚟到景林廣播台啦！好，今日嚟狠狠預測下今日嘅決賽，就係呢一個嘅西班牙對一個嘅阿根廷。咁大家可以見到呢個畫面上克拉米莫哥咧病咗啊，所以咧係要關個小燈先啦。咁啊開個台燈，又同大家一齊講波咁啦。好啦，哥。我出先。好。咁咧，我哋咧就嚟狠狠預測一波，同埋我哋嘅比賽走勢係會點啦。嗱，因為大家可以見到呢個阿根廷咧係有 FIFA 嘅加持啦，因為大家都知道 FIFA 裁判係非常之喜歡阿根廷嘅，所以咧，我個人認為咧，其實咧，實不相瞞啦，阿根廷嘅贏面係大啲，因為大家都想做走個2連冠嘅偉業啊。但係好可惜嘅係，你今日遇到係西班牙，呢一隻西班牙係連法國隊都係可以打到沉船級數，而係面對住全盛時期嘅法國隊，廿碼放出去肯話唔係講笑，係成功實現咗，成功兌現咗，可以見得出我哋西班牙教練嘅執教水平係有幾咁高啦。然之後我哋仲有嘅新星Lamine Yamal同埋我哋嘅丹尼奧姆咯。所以咧，再加埋成一條非常之豪華嘅中場線啦，因為得中場得天下，西班牙一直以嚟都係咁樣玩啦。所以咩Gavi啊，再加上我哋嘅巴塞嘅年輕嘅中後衞，即係非常之能夠長傳嘅，唔知咩 G 唔知咩 P 啦，所以佢係巴塞嘅非常之 good 啦，其實。等一陣啊，所以咧。我個人認為咧，西班牙咧係將會上半場1-0，然之後下半場再1-0係淘汰呢一個嘅阿根廷。如果阿根廷比較好彩啲嘅話，佢可以咧係喺呢一個嘅嗰個下半場咧係可以追翻球嘅，但係頂籠一球，因為大家都知道呢個其實有睇過西班牙對法國隊嘅比賽，係見得出佢哋中場嘅控制力啦。佢哋唔俾人攞波啦嘅次數咧係非常之瘋狂嘅，所以嗰堆嘅肌肉棒子啊，嗰個電腦安素啊，成日騎成嗰啲人咧就唔係好掂嘅。我覺得係見到佢一上頭咧係會甚至攞埋紅牌添嘅安素費蘭迪斯，但係咯，我覺得係冇，但係安素費蘭迪斯大機率係攞紅牌了啊。然之後我哋嘅 Pax 絕對係穩紮穩打啦，要散步就散步啦，要打就打啦。阿根廷頂多咧係會用 Max 咧係會入翻球啦，或者 Max 一個助攻，俾到我哋嘅嗰個叫咩啊？俾到我哋嘅國米 ST 嗰個嘅馬沙維，唔係，總之就係俾佢，然之後一日啪。可能又俾佢頭槌頂入，其實係好大機會，因為大家都知道西班牙咧嗰條後防線咧係會有機會俾人攻空線舐落嚟，係唔出奇啊！因為法國俾人舐落，何況係呢一個嘅西班牙咧，係咪先？所以講到尾就係咁啦。